士經典車嘅車主，你哋有冇遇到過呢兩個兩難嘅情況？車仲揸得，但係狀態已經大不如前，引擎漏油、轉彎異響、內飾老化、電子系統偶發故障。佢冇壞，但係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台完美嘅波子。更無奈嘅係，香港專整經典波子嘅車房真係太少啦，加上因為鋪租、人工等各種成本都好高，所以收費自然會高啲。咁問題嚟啦，港珠澳嘅保時捷經典車都去咗邊度做整備？答案就係智運行港珠澳波子服務中心，經典保時捷整備首選，幫無數經典波子車主完成愛車嘅換新之旅。智運行第一大核心優勢，擁有豐富嘅經典保時捷整備經驗，曾喺德國原廠受專業培訓，有齊相關技術資料，唔係普通維修廠可以比。我哋技術團隊擁有認證金級技師及行業資深技師，具備25到30年經驗，全員平均資歷15年以上。從引擎、波箱、底盤到電子系統、外觀內飾，都有一套完整嘅經典車專屬整備標準。全車全面整備，可以一次過解決問題及隱患，幫你嘅愛車重回新車巔峰狀態。第二大核心優勢，原廠零件、高質零件加原廠工藝施工加國標中檢，完全唔使擔心品質問題。保時捷原廠正規零件採購渠道、知名零件採購平台，每一件零件都有完整嘅溯源記錄。同時，我哋擁有原廠維修資料，完全跟足原廠標準工藝流程。整備後會經過嚴謹嘅路試及國標中檢，仲會進行定期複檢，盡最大能力做好品質保障。第三大核心優勢，我哋經常為經典車做零件修復、以修代換，仲有原車零件 3D 打印、CNC 等快速再製造，已經幫助唔少車主實現慳錢又慳時間。第四大核心優勢，完整整備檔案管理，整備記錄本身就係愛車嘅資產。對經典波子嚟講，完整嘅整備記錄會對收藏價值同保值率有幫助。我哋會將檢測數據、更換零件、施工節點等記錄好，提供俾車主。無論係繼續收藏定係圈內轉讓，我哋嘅檔案都能夠清晰證明愛車嘅整備歷程，大幅提升愛車價值。整備過程中，服務顧問會同步施工進度，拍照同車主確認，讓車主全程參與愛車嘅重生之旅。整備完成後，仲會提供專屬售後回訪及保障，盡心盡責，讓車主無後顧之憂。從老態龍鍾、故障頻發到重回巔峰、狀態拉滿，唔使換車就可以幫你揾返當年年輕時揸住呢台經典波子嘅熱血同感動。各位保時捷經典車嘅車主，你部車最近有冇狀態下滑、故障頻發嘅問題？私信問我哋傾下啦。